心无可有。好，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钟意见阿權妹。怎麼嘅阿權妹一開始愛唱歌嘅呢？因為今日喺啲福起來咧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嚟紹介一出戲劇哦。大家看了以後，就會同阿權妹家唱嘅歌嘅曲樣，心全部就打開來哦。也出戲劇啊，唔單止有也唱歌嘅舞蹈、阿卡貝拉、街舞、戲劇大嘴鼓，全部融合到腔下，按到嚴肅嘅一部戲劇呢，就按到記憶盤享福。故事一下就嚟細細幾個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，先來分享福音從實驗團的團長分享田偉順團長分享。各位鄉親，大家好，我係安多田偉順，當歡喜來到了福起來咧。好，歡迎團長來到節目當中。接下來係另外一位來賓，係福音從實驗團的演員分享天華哥分享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天華。上來歡喜呢，來到福起來嘅一個節目，也甚至嘅分享大家來收看呢，我哋嘅基本享福嘅表演。好，分享天華哥，接下來係同我Q樣好，有Q樣嘅綽號，到客家小公主分享阿皮先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講趙安凱林培賢。好，分享阿皮先，分享3位來到節目當中，愛同大家來紹介廿歲就愛來做嘅呀記憶盤享福，錯冇？其實嗬，一開始有講到，嚴肅正經非常多，包含我家下有講到嘅阿卡貝拉、唱歌跳舞，還有按到乜嘅現場團長來同大家來紹介一下。哦，我哋節目呢，按到記憶盤享福，你係用說演韓國歌舞，歌舞劇。係。嗰啲阿伯呢，我做老了，你客家嘅講真經係個說學逗唱，做老幾撞到了幾隻戲劇地位。不過他特別咧呢，就係呢地位呢有你嘅5種強調，我特別用呢5種強調嘅戲劇，老幾撞到舞台當歌。哇！四海太平安，古時我相信人哋小公主阿皮賢就係愛來講呀，小安的部分。古時當中腔頭都有到地度，韓國又按到種嚴肅。其實我有聽講，上愛老爺規個演出變做一個現代嘅戲棚，做得同李團長同大家來紹介一下，所以乜嘅按到現代戲棚。我呢出戲嗬，一開頭就用客家嘅嗰種嘅曾仲偉佢做嘅阿賢歌，佢用現代嘅戲劇，當入門當好，要後生人啲嘅跳嘅街舞，就街舞後生人希望，然後又接到了你啲客家嘅山歌自己跳，然後帶到頭擺，故所我呢地方有傳統到現代嘅表演啦。比如講，樣嘅行業，你講嘅長明文化，它同屬嘅，你客家嘅大家嘅成法，攞佢打到強下。古人講一開始開場就係張偉，古時咩前頭張偉來到廿八嘅演出來唱歌嘅哦。佢唔單止係唱歌嘅，韓國佢還跳舞。還跳舞，真係一架呀！地方嘅後生人嗬，跳嘅街舞，哎呦，當三萬練到嗬，唔記得來看住啲。哇！嘅張偉佢唔單止頭擺講，佢會唱歌，還會創作。係嗱，你阿佢還會跳舞，又還會做戲哦。哇塞！你阿就講，你嗬，你樣嘅老，你客家嘅後生嗬，老佢看樣嘅假嘢，你客家嘅元素，做下無共樣嘅。冇唔錯，韓國講一開始幾條歌按到阿賢歌，阿賢歌係王樂賢，阿賢歌，樂賢嘅阿賢歌，你係佢新做嘅歌曲。佢大概嘅內容啲嘢講嘛嘅？佢講阿賢歌當快樂，韓國阿賢歌嘅名字按到
阿福哥啦，佢第八個角色係阿福哥。阿福哥呢，佢乜來二胡，因為佢創了客家嘅白幹，要減落來，跟我哋阿伯嘅戲腔呢，所以講有咧他做以前呢，一開頭呢，仲會叫做講，佢啲家爸，家爸嘅阿爸嘅阿爸係客家人，嘅呢下呢又唔曉講客家話咧，後來呢佢就感想到講，我要讓佢來學客家話，就按樣帶落來啲時代嘅背景地表。冇錯，有按到嘅元素，還講五種無共用嘅腔調都也戲腔地度。唔過我想要來唱團眾老實講一下，先來愛留按到元素，是拍到腔出戲腔地度，會當困難冇？還講大傻演員可能就會全部搭種才藝都會啊！你講真經無簡單，因為你五隻腔調佢有的演員呢，如果佢較少談到你太府腔、饒平腔、老周安腔，佢啲啲地表就我記得不斷啲啲練習彩排，大家就會漸漸的就會有你互相就啲，韓國我媽希望講你下擺呢會留你太府。饒平走完帶到咧，我哋表演呢，睇啲北台灣啊，你阿伯啊，攝從啲北台灣，睇下較少談到咧，因為客家話我頭先講嘅嗰三種腔調，我希望講本大家來啲按樣嘅語言，客家嘅語言，樣嘅本因為較少談到嘅言，來接觸，我知道因為客家話準備講愛大家，我講做嘅啲講詩言海陸。嗰啲下擺就講，老啲北部地區睇啲講，苗栗睇啲講詩言嘛，新竹嗰片主要海陸，嗱嘅拖煙呢海陸詩言夾到強下一度，因為你喺台北地區呢，兩片當到係隱性的客家人，客家人，我就講，嗱大家談嘅都按樣嘅聲音，我老佢做到戲劇，嘛講真經啦，冇客家話就冇客家人啦。哇！我就希望講，你嘅客家話呢，來呢下擺來演出呢，伴大家來想一下，你客家話點樣來傳承下去，呢下就係享福嘅目的啦。哇！原來係咁呢，其實我知道團長講嘅當多句，想愛做到嘅，佢想愛做到嘅目標也對，唔過吼，演當辛苦啦。哎呀，下就來講一下我們小公主，培璇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愛按到元素用夾腔下會當困難冇？就難的哦，就難的哦，就難的，因為真多年無做戲過，敢若愛加定華歌，專業嘅演員唱唔兩啥聽聽，所以走位啊，背台詞啊，揪到規年都無經驗，無經驗是揪面呢？揪面是什麼意思？很慢，很慢。揪面，懂呢？所以大家做戲拍戲的時候吼，我頭腦揪起來呢，頭腦動通，唔滴頭兩字啊，唔滴愛用架勢，講吼嘛無法度，因為幾年前無經驗，現甲鬼講鬼嘛聽無。唔係同鬼講，係同雞講。其實你打唔識，我小可嚟翻譯一下。故說聽法講，其實你都地度，沒有跳舞嘅也的橋段都地度。不是我無跳舞啦，不過你係跳舞係嘛？係主要做阿厝島啦哈。阿厝島。不過你兩個出去錯，當中有安排嘅現代舞嘅表演，係一個特色。主要且嘅也係算學路客，佢本身係客人吼，佢係視障者。始終係看唔到吼，安排咗嘅現代舞表演，但係有隻主題嚟講，因為客家話顯面嘅這種愛恢復嘅一種困境嘅時節，吼，這種視障者嘅種現代舞表現來，佢按樣去重述那個困難困境當中，突出去，呈現出你客家話嘅困境。之後呢，佢整個經過人嘅衝突之後，他找到出路了，來表示講你客家話，愛努力嘅話，一定要再尋到出路。古時候來做戲嘅聲音本身佢係看唔到，係錯，係冇講嘅，看唔到，喊做嘅跳舞，係當就厲害哦，當厲害。那片尋到安腔嘅。
跳舞也表演者。你台北前来啊，佢本身嘛係得到公共电视，佢做嘅得到金钟奖嘅最佳主持人林信婷。哇，原來係佢啊！愛聽。係啦，佢本身很陽光，佢後來人嚟講，佢用佢本身夾媽媽嘅形狀，佢變咗客家人。哇！佢客家帶，我知道媽當好，我攞佢熟識我就講以後，就講佢考唔到，他很陽光，佢有嘅。平常佢有練身體嘅，身體很棒。佢平常會跑步，會跑步嘅，就行過練嘅現代舞。而家阿 P 先攞佢當好，身材當好。原來係呢。佢我哋要唱佢啦，就講，你戲劇地方有得好，你客家話是當很多古代，大家都冇，大家專門講國語啊，國語就一種語言。家客家話就大家就冇講，就講佢哋用個現代舞嘅方式來做你客家已經陷入困境。哦，家下嘅情況，佢大家來看佢做現代舞嘅表現嗬，唔看會當模像樣。打算裸上身跳哦。哇！哎呀！哪一种？主題是啊。真的要改。你哋咁樣講嗬，我知道你阿陣我不來撈佢滿佢通佢愛慕，迄個愛好，你真突破啊！佢有賣算啦。哎呦，真嘅係小秘密啊！那有甲貴州譜哦，有腔下，有撈佢腔下跳舞。有一場戲係。為什麼會有親密的肢體？空干干，冇。哇！有四個四個舞者搭配他一個，那個困境嘅度，家下嘅佩萱有參與了團嘛？不過其實聽起來啊，也出戲劇主題有同歡樂嘅場景，有客家嘅無腔調來融合做腔下，韓國有可能還會遇到困境，故所可能佢愛講嘅事情動態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節目轉來，再個同大家來分享上來記憶培養課上來啲嘅講話解，先休息一下哦。要賺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總一群阿權妹，今日阿權妹愛同大家來紹介下一出又好看，韓國又有動到元素融合到地輩嘅戲劇個，按到記憶培養課。一下出來請演員細細嘅嘅來紹介佢演出嘅時間，先請天發哥來同大家紹介演出時間。啊，你素顏咧係9月15號，就係兩個禮拜6號在桃園市立嘅圖書館平鎮分館嘅演出，係暗晡頭7點半哈，再來係聽日就9月16號來下晝頭哈2點半，在苗栗縣嘅童小鎮綜合活動中心嘅演藝堂來表演，再來係9月22號來在新竹縣嘅九龍國際活動中心3樓嘅演出，喺暗晡頭嘅7點哈，再來係10月初5來在苗栗市嘅中正堂嘅暗晡夜哈，7點半係禮拜5，再來係10月初10號，嗱國慶日哈，在台北市嘅國軍文藝活動中心下晝頭呢2點半來演出。哇，講嘅按多重，唱係一般聽聽咯。接下來再過來唱，阿 P 先來同大家紹介接下來嘅演出場次。新年新年好拜5的暗夜7點半到龍潭客家文化園區的演藝廳。新年14號的禮拜係下晝的2點半到頭份市公所中山堂。新年26號的拜5，暗夜7點半到台北新北市中和區823紀念公園。10月28禮拜下晝的2點半到新竹縣政府大禮堂。11月3號拜六下晝暗夜7點半，竹東鎮樹麒麟文化館。排寫嘅海報不用睇演嘅，應該本一本小抄。睇下看得到人哋阿 P 先這件當定一下吼，講嘅按到從這個
按到从此就会来本大家多多来欣赏也戏剧，真嘅有足足10场。按到场嘅演出，韩国嘅演出还唔是钱。可以啊！你有咧推廣你嘅客家文化。真嘅，地度有講嘅按到嘅客家嘅腔調、客家嘅文化到地度。剛剛一開始有講到，其實有留一阿卡貝拉，變到也戲劇地度。所以阿卡貝拉同客家歌曲，我留佢改編，會同困難冇？韓國改編嘅按到那幾多條歌曲？講到啲阿卡貝拉吼，其實啲嚇啲學校啊，後生人以後唱嘅，嘅阿卡貝拉做咧。全部唔係唱客家歌啊！係啦，主要講唔係唱客家歌，我主要因為攞客家歌來唱咧，現場嘅樂團嘛，你完全係用現場做出來嘅，唱嘅 VP 就唱大鼓樣嘅，做出來嘅聲就真係唱鼓聲樣嘅，幾好嘅伴奏啊！你啊，主要係上到頭擺，你啲客家人嘅山歌。講真件，你客家山歌，你頭擺，那會有乜嘅卡拉嘅度，還有乜嘅樂器嘅度片唱喎，啲山當行摘茶啦，做山西啦，你啊摘山頭，衝到幾隻山頭當快樂，我就希望講，你客家歌老幾樣版轉到較簡單，唔是總都按分叉。其實你阿卡貝拉就是一個美聲唱法，你客家歌真係當講咧。帶點起個聲就做得唱。嗰啲阿伯我就老幾撞到我嘅戲劇地位吼，最主要就講我地位有講到講頭擺，你客家歌當少，韓國傳統嘅戲劇沒落咧。唔過沒落咧地位呢，要當到其他出拳嘅人，乜啲樣嚟唱客家歌就天公落水，頭擺。一講到天公落水，無論你係福佬人、也外省人、也乜嘅，就會，係嗱就地就會停定，唱兩句嘅，我就希望講，你按嗰種嘅大家按熟絡嘅歌嘅樣板用阿卡貝拉，你講嘅聲，單人啊戲劇地方，你就樣板來轉場，轉場啦，佢還有呢，我哋地方還有一場主嘅講，加你客家人，已經。客沒落咧，客家話嘅度客多人唔會講咧，我就想到吳順志，你客家人嘅爵士樂嘅度乜嘅現代學嘅愛係客家人，沒變做阿卡貝拉。對，老給變到阿卡貝拉，阿卡貝拉就是4個聲部嘛，男高音、女高音、女中音、男高音、男貝斯，能夠合唱。好，然後有主唱者，個主唱者就唱中偉哈，來佢夾到聽到來唱愛係客家人，韓國呢都報名呢就係客家詩歌，客家詩歌嘅黃連義佢做嘅客家詩歌嘅歌誒，我媽老佢唱線上老佢改變到你阿卡貝拉嘅唱法，我知道你下擺就講，你有現代嘅歌誒，又有阿卡貝拉美聲的，又有舞台。真件當澎湃嘅，客家文化中醫啲茶樣啊，一樣啦，叫做一站一站，用4點下去，我哋向前大家來分享，多來指教。唔過我知道唱團就唔家下講唱也3條歌曲啊，感覺也幾出戲劇，串聯起來非常有這個起承轉合，有幾個故事愛講，唔但止有表演好看，還有故事愛講哦。所以可以同大家來講一下，上來也幾盤香火，佢地度嘅背景，地度嘅故事，睇佢啲嘅講乜嘅。你話幾盤香火，你講睇嗰種，你香火冇團體咯。睇家人，你頭擺，你啲客家人講香火，睇啲就講，我要下一代，我傳下去。其實我社會就講，你客家話，我講真件，冇客家話都冇客家人。呢一班我最注意就講，你啲客家話都撫育大家，佢樣來客家話度講。你啲大家，你官方有聽咧就5種語言，我就希望講客弱勢嘅。太埔饒平走岸，樣嘅老記帶出來撥，你北埔嘅鄉親來談一下。講真件咧，台灣按說吼，係啊，唔講雲林嘅走岸腔，有啲人一生人都冇談過。真嘅。係啊，嘅我就講希望講，嘅啲阿伯呢，還有講我用幾盤香火，最主要就係台灣特殊時節㗎嚇，當有名嘅民歌，很多，那一盆火，那一盆火，對，迄大家迄有興趣吼，做啲迄爽樣後生人啦，做啲點落去，做啲頭嘅包美聲，我記得佢啊嘅歌聲很好。
好，其實藝無彈過，唔過藝坦白，阿 P 前面冇彈過，我們會做功課，上網 YouTube 都可以來睇一下。我攞佢改到你客家嘅歌詞，攞佢改變歌詞啦。佢係何德健，佢當有名嘅頭擺做《龍的傳人》，後來啲後生嘅做王力宏啊，乜事攞佢改歌，攞佢唱歌，乜伊有名嘅係《龍的傳人》。佢做講咧何德健佢做嘅嗰啲培養嘛，乜希望講呢首歌嘅對我伊有感通啦，伊有感通。故所講，我做家裡啊，嘅歌詞啲。都去做到第8場，報名家做來創咧幾份香火，係啦。我希望講，呢個鄉親呢，就講呢擺呢，嗬，我記得愛用推出呢棚戲呢，希望講大家來看，本來有新的方向，知道呢客家來達到咧，看樣板講2018，嗬，2018客家文藝復興運動嘅2.0，頭擺呢做按到嘅，睇到做1.0，呢2.0一樣嚟做，一條一比頭擺進階版，係啦，我攞佢做到較好來，我嘛希望講呢擺我呢放音從客家水源團，大家來參與呢演出嚟，大家嘛差唔多有2-3年來實訓嘅度，希望講有新嘅面貌來同大家來分享。真嘅，其實像我頭前就錯嘅2位專業嘅演員，不過其實有專業嘅演員啊，還愛同素人來共下來做戲，是不是？定華哥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哦，因為素人演員其實都冇做戲嘅經驗嘛，當然佢可能身段表唔下來，身體比較強硬，可能配詞也配唔下來，他劇本冇突出嘅話，有陣時會想想唔起來做昂神戲睇嚇，一個佔到人家嘅那個做，還有行為嘅那個問題，嚇，有時係個素人演員係個問題就講呢，有時要看大家排戲嘅時候，佢會變成從演員變成觀眾啊。就看大家排戲嘅時，看到哎呦，看到日本咧，佢生氣咗，你都幾時嘅唔啲啊？會發現那種笑話，係錯。嗰陣人哋行可以減咗欣賞就錯。帶兩條嘢啦，因為你睇哦，有他所講原來帶嘅話，他夾進入嘅情景當中，係要搞嘅一樣係配劇本，因為配劇本係要優良嘅。人家優良做到嘅話，配劇本就當劇，劇本配數愛排戲做劇。哦，古時有個素人演員哪係用嘅錢來啊？你好，我先講，試演開了，較簡單。較好聽。哦，電到太浦橋，你啲台北市前彩排講太浦鳥坪走岸。講真件，好，嘅這我嘛係牙嘅福氣啦。哦，牙嘅牙10多年前有去輪播，哦，2輪嘅片，有攞嘅接觸，牙嘅做嘅種嘅文化工作者，牙做搶門機，好搶門機就欣賞，佢話講啊，譬有批賢，哦，還有嘅廖英傑，就來啊，係啊，佢做大家做看樣，嘅廖英傑做漢模舞台嘅經驗。古時候聽講啊，批賢東久以前就同團長共下合作過誒。真嘅，差唔多幾多年前，你係幾多歲時間？國中2年級。好啦，講真嘅，就講要變到鄧導吼，鄧導啊，有幾久嘅吼？看按叫以前主要留大家向下來做客家文化嘅工作。講真嘅，你按樣嘅東西哦，你文化嘅東西就會繼續下去啦。後擺不會種誒，係嗱，全部學生啊，咧乜有人哦。傳承接定下去，你家做人客家嘅好現象。其實英傑嘅卡書較標準。哇，真係有㗎！因為佢細漢時搭寡姨講卡書。搭寡姨是跟他媽媽，他從小就是住在兆安村莊。見講客話講到太嘅。我個唔係哦，所以我問貴卡書，貴問我娘子做戲。哇塞！古時候睇下互相相幫相聽，用互相嘅力量來撐起、演出戲劇嘅一盤香火。甚至還有按到嘛嘅動精彩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再來談哦。好，歡迎大家又
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總一群阿群妹，今日節目地都同大家來小嘅一出動貼片嘅戲劇，按到記憶盤香火，唔但唱有動到嚴肅用夾到地度，還個有種無窮嘅腔調，未到地度就得看得到。為到好，愛本大家來，就是偷偷先嘗鮮一下阿群妹貼片準備一段表演，好啦，唔應該準備啦，你天法哥準備，你眾賞表演，你天法哥嘅演出。哎，大家來，胭脂水粉剪刀李姜茶，看樣乜嘅，切家看，切家托，切家飲，來，買到穿到，來，你看嚟去剪刀，看起來啊，風啊，唔過啊，你啊，多面咧金色色哦，然後做乜嘅呢？做剪刀、剪紙，還個剪阿婆嘅嫩骨，呀，係啦，還有，你看到了，你講咯，你風按乜嘅？上到像爆骨頭咁樣啊哈，你熬到胭脂啊哈，叫他下子嚟嘅，最順抹下去，抹過來抹過去，不管佢係個跳舞件，還是阿媽台，佢拍咯鳳跳啊，就講出去哦，講出去。哇，呀，一台係乜嘅演出啊？動貼片咧，傳統嘅，係啦，佢買嘅東西就買哦，真嘅，係像插貨店咁樣嘅，真嘅，就係按你講定啲，開定去賣嘅，哦，原來按你，嗰時候連按用傳統嘅元素全部都會變到呀，一條地度。唔過呀，因為佢講係現代戲棚，現代戲棚就係傳統同創新全部融合到強下。嗰時候有冇想來問一下天法哥，就像你自家來演出嘅時間，有傳統嘅東西，沒有新嘅東西，你自家嘅看法係蠻嘅。因為人當好，你有傳統嘅東西，就寫到那個顏色太陽來看，哈，cái顏色太陽從那個傳統嘅東西看到現代嘅東西，就會吸收新嘅東西來寫出新嘅東西。跟年輕人嚟看到新嘅東西，來看得出去，又看到傳統嘅東西，佢又認識傳統嘅東西，融合起來，佢等於就會對啦傳統一種傳承到現代會更加了解。真嘅，唔單唱按你吼，其實像阿 P 先，咩當後生，你請啊來，根本但咩會動到表演嘅元素，韓國要做呀傳統同創新按用嘅戲劇，自家嘅感受係乜嘅？就冇關係，就冇很不習慣，都冇關係，就冇關係，因為我攏打做戲攏係卡現代嘅，所以第一回吼做鋪咧拍戲嘅時候，我愛上頭真開啊！啊，上頭真開是啥物意思？就是很想回家，排都冇上來排耶，因為冇關係啊。哦，不習慣，讀到動到困難。嗰時候傳統嘅東西應該沒有學習到動到新。有啦，因為吼按一起配，3擺4擺就有較好啊。見練就見順，大家講熟能生巧，對不對？我相信所有演員對人嘅演員應該沒需要一段時間，應該是他唔講話，應該會呀下啲嘅講乜嘅。除非愛講啥啦，突然間大概停止了30秒，發現我講完了。悄悄咪會按。嗰時候動作大家就唔定講題咧，因為他唔識。鬼嗰要氣呢，氣講鬼吼，愛講嘅鬼題目。定下人家講一套嘅完全唔識。阿國傑講嘅他唔識。會騙對，其他演員會生氣，他會說你講我聽不懂啊，這樣。好啊，跟人哋封門都。騙啦，變造啦，他唔識啦。係貼片學嘅大師誒。哦，係貼片學賽啊！藝啲園林小人嘅開齋時，因為你家戲愛整開，真舒服好誒。哦，哇！係貼片當整戲，前來學。啊個加一扎賽，係個加一扎時誒進來。我感覺根本嘅主持一小啲講英文咁樣，唔過我錯當好，除咗按樣，年我有交流，尤其係小案呀，幾件東西有談嘅到誒，真件去到園林都冇聽錯韓州嘅談嘅到。舒服本來冇愛搞愛呢，其實我們該怎麼說服他的？佢講吼，因為外籍人冇咧，外籍人係乜嘅？女生冇西門人，外籍人冇咧。弄開這晒，嗰時候你突破傳統了耶！拜託啦，冇啦，偏見當有心啦。真嘅。譬如講，我做乜嘢講，唔也嘅
即係人嘅朋友乜嘅黑鐵色咧，用嘅開咗時，其實帶來嗬，當位弄當位贏哦，大家來看，真件做到當真。呀嘿，阿 P 先嘿，一齊係㗎，係啊，係啊，佢當當啲即佢啲當當啲輪杯嗬，即係拿點上來。我給你坐高鐵嘅時間。坐高鐵應該當神仙。哇，看佢嘅動作，看唔出係什麼人做嘅呢？有版權。對，動作非常的完整，而且很標準，感覺動真呀，俾感覺。就難呢？當然，古時候真嘅連兩開在時都會變到一幾億培香火地度來演出俾大家看。其實講到呀，放音從實驗團啲捱閒些時間，啲捱過少嘅時間捱就送個團長廿條嘅課程誒。我嘅放音從嗬已經有15年咧，15年咧，記住講。乜依度和啲牙咧放音純出戲嘅演員，我後來就看樣嘅來培養咧後生嘅，嗰啲阿伯係就一隻想法，樣嘅老輪胎色，強下夾到強下，有老客家話，按多種嘅語言夾到強下，有老當到嘅舞台當個戲劇嘅元素呢，老佢做到嚇。綜合嘅啦，嚇，就按到文化綜藝啲茶。多元化嘅按樣嘅文化演出，不過其實講到今年係按客家sản xuất，客家產xuất而家就放音從實驗團就佔了一半，15年，甚至15年前嘅呀，我們的團長啊，上來因為要做按辛苦嘅事情來成立啊實驗團。其實嚇，繼續講，你呢班演出。你發現有同過講客家話變到國語咧，客家話變國語，就講你下你嘅國語咧，唔單止一種語言，你下有福佬話、客話、原住民話，還有啲華語，還有蘇語，你全部變到國語嘅。我希望講你客家人，我來多講國語，撫育大家，你客家話按好嘅語言。看樣嘅攞去傳承，係用戲劇嘅方式啦，俾大家看了以後，大家做啲樣嘅，看樣嘅身世係冇，來想講，你客家話咧，繼續行下去啦，繼續傳承下去。唔過就像你講嘅嗬，呀按到從演出，上來雖然唔是買票，佢愛拿票冇。愛拿票，我就希望講，呢啲係演出嘅素材，像平鎮圖書館啊，要變到平鎮圖書館。韓國呢，你嘅達演師嘅客家事務曲嘅片，我要變票啲嘅達，韓國你沙團嘅就咪有啦。唔過喺冇拿到票嘅人，做得現場我會發票。現場咩做得？就講我表演嘅前半點鐘，就做嚟表演入場，佢做得會來做得。坐到下頭前咧會嘢啦。哦，原來係安尼。嗰時候其實秋愛到嘅呀9月15到9月16嘅演出，啲呀桃園市立圖書館、平鎮分館，韓國也苗栗嘅通霄鎮綜合發通中心嘅演藝堂，就啲呀禮拜6同禮拜日我來開始。嗰時候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假使大家還忙去拿票，做得細細格格去拿票，迄個要容易無限，撒下來還有8場好冇？大家愛掃描看得到自信哈。有 FB 我嘅粉絲團。冇錯，還有8場，還有總共有10場按到場做得本大家來欣賞嘅一盤香火。前面我想愛請你嘅團長來念一下呀海報蛋糕嘅事，有感情哦。好，嘅一盤香火，就講食阿公點燭嘅火，食阿爸教本了愛。靠胸中上路嘅弦，強衝出人嘅相思跳。其實你客家話就係一盤香火樣嘅，希望講大家好好留記傳承下去。希望大家好好留記傳承下去，希望大家多多來看嘅一盤香火。嘅前面就像2位演員用一句話來推薦一出嘅一盤香火，來聽法哥。嘅一盤香火，你冇看，你會後悔。聽說會後悔。好，阿 P 先，我要講了我要講的話。一天愛樂喲。因為其實也
亚出去挑战运动难的。我们的团长邓团长，其实佢累计的暗创时间15年，全部嘅精力、全部嘅艺术、全部嘅文化，全爱变到演出嘅一盆香火来呈现俾大家看。鼓励大家听错爱去看咯。今日神龙三傻来宾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团长，谢谢老师，谢谢佩璇。神龙三傻，没什么各位电视机条前观众朋友，我是曙光休息一下，等下听听运动欣赏了，做运动了。